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啊！欢迎大家参加今日早起好，圣经共读啊！今日早起，咱们来请苏清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宣告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救恩，互阮会当真做你的囝儿。感谢你赏赐阮有这个机会会当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赏赐陈牧师有教育的起来教育的智慧，求主赏赐阮每一个人有会听的耳孔，会去行的骹。求主赏赐阮，互圣神伫阮的心内运行，互阮会当明白这么难懂的希伯来书，用种种种一点时间交托伫主，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啊，咱今日要读的是希伯来书的第2章，要对第1节到第4节，要来请康姐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康姐麦克风爱开者，那个无走去。OK， 有听到。好，来，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所以咱一定着搁较注意所听到的信息，才免偏离真道。因为通过天使所传的信息，若有功效，背逆无顺从的人，着受应受的刑罚。第3节，安尼咱忽略遮尔大的拯救，要哪会当闪避着受的刑罚？主本身有大声宣布，这个拯救，听去的人嘛有对咱证实这个事。第4节，上帝阁有用神迹、奇事、逐款大权能的作为，甲照伊家己的意思所分配圣神的恩赐，做伙做证以上。好，多谢。啊，咱今日读的sorry， 可以请张玉帮我停止分享。好，谢谢。啊，咱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章，啊，今日要继续来看第2章进前，咱要来做一个希伯来书的背景的了解，就是基督教、犹太教甲回教徒、伊斯兰教有啥物关系，拢是对伫圣经中间，咱看到是对阿当开始，总是对阿当到摩西，这段中间拢是经过口传的民间信仰。就是无文字，从摩西之后，到穆罕默德之后，到耶稣基督以后，有这个文字哦。所以犹太教是对摩西来开始，基督教是对耶稣基督来开始，伊斯兰教是对穆罕默德来开始。但是基督的进前是到摩西，摩西的进前甲穆罕默德的进前的拢是口传的民间信仰。穆罕默德是通过伊斯玛利这个摩西是通过以撒，拢是对阿伯拉罕的囝，拢是亲戚阿当，所以因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所信的上帝会当讲是同一个上帝，但是因为文字甲传承的来源会造成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常常的信仰顶悬会因为这些律法的教导会有歧义，特别是这个犹太教呢，到耶稣迄个时代已经会当简单分做，犹太教是对以色列人亡国复国，修炼倒转来以后，才开始渐渐形成这个犹太教。犹太教会当分做伫巴勒斯坦，就是伊的大本营，甲伫外口的这希腊化的犹太教，两种的势力。这个巴勒斯坦犹太教因用迄个时代亚兰语作为因的主要语言，伊的希伯来文渐渐就并吞了，所以这希伯来文是到复国之后，以色列复国以后，19世纪、20世纪，伊才开始努力来恢复然后因是伫耶路撒冷甲犹太所在做因的主要所在，伫主前最后2个世纪，就是因被掳归回以后，因犹太人愈来愈相信上帝是独一的。咱看到对摩西迄个时代。因信出埃及认捌上帝，但是伫旷野就开始拜金牛
所以一直到因成立王国之后，都有这个拜偶像的罪，一直到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才渐渐真的是一神教，就相信一个上帝。总是因对上帝认识描述越来越抽象，也较哲学化，所以因认为讲上帝袂当只有向人好名，也很难用拟人的方式表示，所以因就用这个发展位格这个位格就是某一项人事物的生成特质，用这个抽象的概念来思考上帝。所以真做以后，基督教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个位格。另外一个是伫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以外的希腊化犹太教，因讲的是去两部是从北非的亚历山泰最中心，因受到迄当时希腊哲学家这个Philo这个斐洛的影响，Philo就是受到伊的老师柏拉图的影响，所以用哲学思想来概说犹太教。结果造成的因就是寓意解经因为迄个圣经不是只有看到表面上的文字，文字底下的意思更多，所以因就一直去挖深，一直去甲挖内底的意思，所以包括今仔日常常在使用这灵意解经、寓意解经，就是不是只有照文字上面，而是照下面。另外一个影响更较大就是这个 logos， 因为希腊哲学追求就是一种的形而上看袂到的，所以这个 logos 这个道呢，真做上帝跟人中间的最大的中介中间的中保，所以甚至这个 logos 就是上帝跟这个世界运行的终极不变法则这个 logos 呢无受伫人世间，所以呢，伫这个希腊化的犹太教，他们是不承认道成肉身，因为伊是倾向于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但是呢，这种的讲法嘛，希腊化的犹太教启发基督徒不同的思考来看待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犹太教就本身就是到第一世纪就分成两大势力但是呢，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就有发生这个第一次的犹太战争这个犹太战争嘛，可能就是在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年代主后60到70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摧毁呢？到西元66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就是这个纯犹太教发动叛变，因想要独立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这已经是第 N 次的独立犹太人短暂取得胜利。但是后来罗马大军就来控制提多将军就来在主后70年攻破耶路撒冷，将圣殿给烧掉毁掉那对以后犹太人好不容易从大卫所罗门开始新建的圣殿到这个所罗巴伯就新建的第二个圣殿被掳归回之后，到今嘛呢这个第二圣殿也没有了所以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主后70年到都没有再恢复所以这个停了快要2000年了因为这个犹太教呢因为没有这个圣殿可以献祭，所以因为犹太教的宗教活动就被迫要改变，因为犹太教上最重要的就是爱读上帝为律法，过来就是爱献祭所以为什么利未记这个民数记、生命记，特别是利未记是因为整个宗教的核心亲像天主教在做礼拜、望弥撒，这是因为礼拜的核心。但是现在犹太教连圣殿都没所在去他们没这些都变成没头路失业所以这个到了耶路撒冷被耶路撒冷的圣殿毁坏了犹太教的正统就剩下拉比犹太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有律法书可以教因要康回堂走。但是亚述那个时代撒都该人呢因都是祭司贵族为主因都是在圣殿在工作因煞无头路因就渐渐流亡就拍散去另外一个呢就是犹太基督教这个犹太基督教影响呢就是说这群的犹太人变成了基督徒，他们还会把犹太的信仰
继续的保持，因为有这个基督教的教会跟活动，所以因的信仰还在凝聚所以现在回来到基督教，就是第1世纪变成是犹太基督教，咱常讲的犹太基督教跟外邦基督教。犹太基督教呢，就是使徒行传15章，耶稣会修伫雅各，以所以丢了做教会的这个主要的管理者，一个是一个主要代表，东店里亚罗沙连所在。外邦基督教呢，就是对使徒行传这个13章以后，保罗出去传福音所传出来这的规矩所以今天外邦基督教的势力远远大过犹太基督教差真多，但是在使徒行传那个时阵，外邦基督徒是少数，犹太基督教是多数好，所以让我记得印象的时阵呢，咱来看希伯来书，就咱有讲到，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主要的收信人，因为因在那个时阵是大人较多但是因为人多势众，因嘛把传承了犹太教，因这个主要的这个信仰的内容，所以他们怎么样把旧约维持，可以到新约可以连接起来在希伯来书呢，强调3方面，耶稣是上帝永远的囝，忍受这个苦难，顺探被上帝旨意，伊的地位比旧约的先知、天使、摩西、祭司较悬。第二个，耶稣是上帝所立的祭司，伊的职分超过旧约的这所谓祭司亚伦大祭司麦基洗德。耶稣是天顶的信受来献祭，而且一概就献祭。过去旧约的祭司，包括亚伦的2个儿子，都会失错，都会差错，所以他们不断的，连为自己的过犯还要再为自己来献祭。但是耶稣无，一次的献祭就永远完成。伊是超过犹太教礼仪的这个献祭。第三，耶稣是道成肉体降世做人，伊献一届永远的赎罪祭，让遐个人诚信，对罪恶惊吓死亡中间拯救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用很简短就把整个这个摩西五经会当讲摩西五经特别是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3本呢内容呢都给融合结合，然后变成一本希伯来书，然后把犹太教变成基督教这个过程脉络，最后画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终极就是这个耶稣，就是拯救者，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个受膏抹，就是上帝囝。所以咱常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分段然后可以看到他在每一段当中的主题，基督是更美的道路1到4章，他所展现的就是超越。5到10章，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他所展现就是牺牲献祭，像祭司。11到13章，基督是信实的道路，加有信心跟见证人，加一起代表基督的能力所以作者写作地点不详，然后写给散居的犹太信徒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看到意大利，可以大概知道这跟罗马教会有很大的关系时间主要60到70。希伯来书确实是一本很好读的册它包括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包括连作者包括连收信人都没法都了解，连年代也比较难确定但是至少可以确定是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毁掉禁禁因为那时候犹太的基督徒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们会回去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参加犹太人的献祭，继续去亚罗撒勒的圣殿去献祭，去给这些祭司来做这些洁净的礼仪，他们就依靠祭司，不是依靠基督。在300年前，离现在300年前的清教徒欧文一流公，重要性仅次于罗马书的书信，无疑就是希伯来书了。所以希伯来书被看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因为它又讲教义，又讲实践，有神学教导，也有牧养劝诫，而且能够有力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终极性跟保罗的书信的特色很像。保罗在回信都是写给地方的教会，也是在当刚提摩太提多，但是他在写配内容，他买当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这个基督的终极身份。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的犹太基督徒，他也有力的证明这本册也激励在上帝
上帝在基督里恩典的人有经历耶稣的恩典人，叫因爱持守上帝伫耶稣里面的终极启示。希伯来书一开始并不像一封书信，好让咱们看开始，没有问安，也没有讲作者是谁，收信人是谁，甚至伫希伯来书讲这一家己这内容都是口肯宽面的话也像是口头的教训，像是一篇讲章但是呢，整本书看起来像讲章，但是到最后结束的地方13章的结尾最后一段，看起来又像是用书信的格式方式甲向亲安，甲向亲安所以安怎理解呢？所以这本书以论述来开始，所以要慢慢转移成为一个专讲的书信题材所以第2章给你看2章1节、4章1节、13章都会说你们所听到的你们劝勉。所以显示作者呢，伊可能把伊认为本来要讲的话，刚刚有需要改下落来，所以把一篇原来是劝勉的话的讲章，后来改写成为一封书信，它的脉络可能是这样。至于作者是谁，没有真正的答案，但是应该也不会离开很远，他应该类似像保罗、巴拿巴，然后这个或是亚波罗，或是百基拉、雅居拉，就是在教会界当中，而且跟罗马教会的关系有密切关系的人。好，咱看到的第1章，上帝捌对人讲话，过去透过这进先知，然后是伫末世透过伊的囝。上帝唔捌讲的话是天使是伊生的，上帝就讲伊的囝才是伊生的。天使上帝嘛捌讲天使是伊的囝，只有上帝囝才做伊的囝。上帝嘛唔捌讲天使无需要敬拜，只有上帝囝才无需要敬拜。所以伊要解决问题，到底天使是几需要？天使就是使者和仆役，天使是受差遣来侍奉，并且为得救的人天使是在服务人所以人比天使较尊贵这嘛是诗篇所讲的所以这样的根据他反照着上帝的光辉，也完全反映上帝的本体。他用他大能的话托住万有，他清除了人的罪恶以后，就坐在天上至高权力者的右边。伊反射上帝荣耀是上帝本质的真相，伊用伊权力的维护其万有，洗除人的罪了后，坐伫至尊至权上帝的正边。今日要看的第2章是在这整个分段前面引言，后来1到4章13节讲到一个更美的使者，这个更美的使者超越天使，1、2章，3章超越摩西，3章到4章。如果不相信基督是使者的话，更美的使者就不能进入那安息这是1到4章的结构咱们看完第1章，讲基督在名分上超越天使，更尊贵，有儿子的名分，天使没有。天使会变来变去，基督永不改变。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天使在上帝的面前要受服役、受差遣，要来来去去。今天第2段呢，2章1到4节。警告不可忽略上帝儿子所给的救恩因为当时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受到迫害，回去他们的老宗教犹太教。根据犹太教义呢，他们就不靠耶稣，他们就靠犹太教的律法，就是先知书，回去靠犹太教人家来献祭，透过这祭司所以因就没需要靠耶稣，因为因没耶稣，因完了可以找到跟上帝亲近的路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提出郑重的警告，在希伯来书段看到这个警告很多次的警告。所以今天这个第2章第1节讲基督超越天使，所以天使所传的道理很重要，但基督传的道理就更重要。第2，旧约的天使因所传的话不管是使者啦这个上帝的使者，在约书亚记在创世纪每一个使者来讲的话，包括先知书因所讲的话东西绝对会发生而且呢不遵守的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包括那个巴兰先知巴兰但是呢不通忽略这个耶稣基督他所传的话而且耶稣基督所传的话是有信父、信子、信神三位一体上帝因做伙来看明的一个完整的救恩。所以
希伯来书要将这个耶稣基督的信息好要提到最高的地位啊，最高的位置。好，所以今天这4节啊，我有几个字，好，咱来小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讲要第2章好第1节啊，我们必须郑重所听见的道，啊也翻译说是留心或是越发注意。这个郑重呢，好就是爱更较注意啊，好，伊的意思好，即马现代台语发了较清楚，好，更郑重意思更较注意，包括这个更加的注意呢，越发注意就包括相信跟行动2个动作，好，下面叫做较注意。就是不是只有听，好嘛爱行，所以这是犹太人，好，他们听律法的一个核心，好，犹太人他们背律法，好，一定是背要听，但是他们也要去做，好，所以律法说的，好是绝对性，所以这个地包括这2个，好，就是要相信，还要去行，好，咱若无去地呢，咱就会流失啊，会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呢，好，就是偏离真道，好，伊的意思就是讲，好，滑溜还是减掉咯，它的比较形容像是基督徒好的信心呢，像是一艘船在水面上，但是一只锚没有把它定住的话呢，这个水流往东，船就往东啊，好，没有办法保持它前面的应该要走的方向，好，所以就是讲信用呢，你若无去行出来，没有坚定的信心，信用会歪出去啊。然后第2章讲，遐过去通过天使所传的话，既然都是确定，这天使所传的，就是指律法了。所以在犹太人认为，为什么摩西他颁布律法，就是在西乃山上，上帝叫天使来将这话传给摩西。摩西再来到伫山卡传给人，这是犹太拉比的教导，所以摩西他拿到这个律法呢，是天使带给他的，所以天使好像感觉比摩西大，他高过了摩西，然后把上帝带下来，就中间就是多了一个中保。但是呢，虽然没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这已经到新约变成普遍的观念了。所以使徒行传第7章司提反的讲到，加拉太书第3章保罗自己的申辩，好，伊家己的解说，好，拢有用到这种的观念，就是天使一个上帝为这个天使，包括上帝的使者、书架，不一定是这个长翅膀的天使啊，上帝的使者也会把上帝的话带给人啊，就是天使为是尽心证实，表示意思就是保证天使者所传的话，东西有好过是有好力的。好，安尼上帝伊通过伊的囝所要传的话，更加有效力，包括用神迹，包括用圣灵的恩赐，信心的文书，这个神迹是意思是记号，信心的文书就信心所分配的圣灵属灵的恩赐，拢是叫上帝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有2种圣经的翻译，但是意思是接近的。上帝叫一个给自己用神迹奇事，或是上帝用异能奇事，照自己的旨意把圣灵分赐给我们，这是圣经翻译的问题但是让看到讲，这个耶稣要传的这个信息呢，比天使的信息更重要。所以希伯来书底今日读的这短短的4节他就找到一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观点，他按怎介绍上帝救恩呢？他所介绍就是这个救恩是比天使较大迄个基督亲自传的，而且是对基督开始来传这个救恩过去呢是通过摩西律法，现在呢通过比天使较大的基督开始来传。然后咱会让听到这个救恩是从耶稣亲自传之后的第一手证人，谁是第一手的证人呢？就是在12使徒所以希伯来书在这边第2章第1节就这样讲，这个作者跟12使徒一定有 connection， 就是讲一定是跟这12使徒都有跟他们一起同工过，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12使徒来见证迄阵耶稣按照该因做伙生活，
好，所以有这些第一手见证人亲耳听见所传的救恩呢，所以这个救恩是十分可信，而且十分准确。所以这是希伯来书好，伊咧讲到这个见证人，所以到后面他12章会讲到这些的这个见证人不是只有是12使徒，包括旧约的这些信心英雄都是见证人。第三，希伯来书嘛，就用上帝也用神迹奇事、异能跟圣灵的恩赐，都在为这个基督的救恩做见证。所以意思很简单，但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希腊文是非常的修饰，而且是一个非常古典正式的希腊文，所以文字上读起来会比较不容易消化。好，所以今天这段呢1到4节，我们可以看到3个负面的，就是说如果怎么样就会被潮流冲走。第二，如果怎么样就会受到惩罚。第三，如果怎么样就会一样受到惩罚。好，所以被潮流冲走，就是没有坚守所听到的真理。好，第二个是不遵从，所以一个是没相信，一个是没顺探。好，然后第3个就是忽略基督的救恩，都一样会受惩罚。好，所以要怎么样正面呢？就是要更加坚守所听到的真理。第二个，上帝主就是主基督自己本身首先宣告了这拯救，所以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救恩第一个传出救恩的人。歹心这个主呢，就是前面第1章讲的上帝的子，然后他引用很多的经文，那个主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够上帝自己本人上帝自己加强这些的见证，用异能奇事神迹所以3个不要，3个加强。第3个加强就是用异能奇事神迹，然后上帝照自己的旨意，将信心的温数分给咱好，所以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领受这些信息的人所传的人。所以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好，你要把你所领受的要托付给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以看到说，对耶稣到12使徒现在来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已经来到第3层，而现在读希伯来书的人就是第4层了。好，所以希伯来书好，我们看到一样要介绍圣灵的恩赐呢。头一个圣灵的恩赐信息的工作，就是要来传讲基督的救恩。所以圣灵不是在高举人的什么异能能力高举某个人他跟上帝关系多好，不是信息的温数是为了要来传讲基督的救恩是要高举基督和基督的救恩。第二个信息的温数是要来进行证实基督的救恩，所以圣灵的恩赐、异能、神迹是要来见证、证实基督的救恩是真的。怎么证实呢？透过以下，就是上帝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还有圣灵所给的恩赐，来证实基督的救恩，还有跟这些他们就是亲眼听见耶稣的人一同做见证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消化。如果今天早上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没有关系，可以再听重播。但是要理解的就是说，怎样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高于天使，而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能够被接受相信，就是透过3位一体，圣父、圣子还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今天的经文4节，真道使人不流失，天使助人不受罚，圣灵叫人不怀疑真道怎么使人不流失呢？我们必须越发注意听道。这个道呢，不是那个在早期犹太教徒的这个 logos 那个形而上或是柏拉图的道，这个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道，不是那个抽象的。还有天使怎么帮助人不受罚呢？我们必须听从天使所传，它指的就是指律法，就是用天使传下来的律法，让我们活在60分以上，律法只代表60分，
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学像基督完全往那个80、90、100分的方向来努力，而且圣灵还证实所传的道，让我们所信的基督不怀疑啊。怎么不怀疑呢？上帝自己主动的救恩就是透过他的儿耶稣基督。第二，还有亲身听见证实这个道的人，就是这些的见证人，就是这12使徒。第三，上帝自己加强他的见证，就是透过圣灵，还有圣灵所给的恩赐啊。所以今天的金句呢，第2章第1节，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坚守所听到的真理，免得被潮流冲走。所以咱一定要更加注意所听到的信息，才免偏离真道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特别是圣灵恩赐的帮助底下，对上帝的道能够更明确的认识。好，咱朋友到家，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知影，阮所知的道理，不是靠着人，也不是靠着你文字。是靠着信心的工作，甲三位一体上帝的配合，才会当到伫阮的耳孔，才会当进入阮的心，才会当互阮会当清楚、搁明白、搁相信、搁尊重。这整个过程拢是上帝你真奇妙的工作。愿上帝你帮助阮，让我们在每一次听你的话、听你的道、学习，并且还要去遵守，并且从我们的心中来活出一个对上帝的爱。让我们不仅是遵守律法，也遵守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通明白，这个恩典是真的，也是通相信的，而且阮也爱为着这个恩典、这个拯救来继续做见证，继续来传出去。愿上帝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拜拜，平安，拜拜，平安，谢谢牧师，大家平安，平安。